大家好啊，歡迎返嚟澳洲阿咩娛樂頻道。2026年對於嚴明熙嚟講，絕對係一個揚帆啟航嘅年份。今年1月，佢正式加盟 Sony Music 大中華區，以嚴老闆身份重新出發。當時我哋已經知道，Gigi 唔會只係留喺香港，而係要放眼整個華語國際市場。但冇人預到 Gigi 嘅版圖擴張得咁快咁遠。由珠海嘅大灣區新年音樂會、上海嘅 Lilian Tam 時裝 show、澳門嘅微博之夜，再到剛剛捷克布拉格嘅 AIA 保險集團峰會， Gigi 嘅足跡已經由香港伸展到中國內地，再跨越到歐洲。一個21歲嘅香港女仔可以喺世界舞台發光發亮，呢件事本身已經好值得我哋驕傲。今日我會同大家回顧 Gigi 近期幾個標誌性嘅演出同亮相，分析呢啲活動對佢嘅事業嘅意義，以及點解我哋可以肯定 Gigi 已經踏上咗通往世界舞台嘅大道。開始前請點讚、訂閱、開埋小鈴鐺。我呢條係新頻道，多謝大家支持。而家嘅目標係1000訂閱，請幫我達到，感激不盡。首先講嘅係4月中喺澳門舉行嘅微博文化之夜，呢個活動係由微博主辦嘅大型文化盛典，出席嘅嘉賓包括有羅家英、黃宗澤、林夏薇、陳瑩、衛蘭兩岸三地嘅藝人。能夠獲邀出席呢個級數嘅活動，已經係代表咗 Gigi 喺樂壇嘅地位受到肯定。但更加令人振奮嘅係 Gigi 唔係普通嘅出席嘉賓，而係以主要嘉賓身份亮相。佢喺台上演唱咗加盟 Sony 後嘅第一首作品《風雷》，現場反應非常熱烈。最值得留意嘅係當晚主持人喺介紹 Gigi 出場嘅時候，用咗4個字去形容佢：前途無限。呢4個字唔係個個人有㗎。由一個全國性平台嘅主持人口中講出嚟，意義非同小可。佢代表咗內地媒體對 Gigi 嘅肯定同期待，亦代表咗 Gigi 喺內地市場嘅認受性正在急速提升，係將來會有嘢跟進。除咗表演之外， Gigi 當晚嘅造型亦都成為焦點。佢着住一條香港設計師簡國儀 Lilian Tam設計嘅紫色 see-through 長裙，上邊點綴住由法國串珠製成嘅紫色花朵，輕盈優雅，俾網民大讚佢仙氣十足。呢啲係 Gigi 嘅第一次着晚裝出席大型盛典，象徵住佢嘅少女正式邁向成熟女性嘅形象轉變。除咗微博文化之夜， Gigi 近期喺內地嘅其他活動亦都非常值得關注。喺2026年1月1日 ，Gigi 獲邀參加珠海舉行嘅揚帆遠航大灣區2026新年音樂會。呢個係一個官方級別嘅大型音樂會，同台演出嘅係有米雪、歐陽震華呢啲咁嘅資深藝人。Gigi 同佢哋一齊唱出一首合意組曲。能夠參與呢一類嘅官方大型活動，對 Gigi 嚟講有2個重要意義。第一，證明咗佢喺形象正面、健康，獲得官方嘅認可。第二，呢類活動嘅觀眾層面非常廣泛，有助 Gigi 開闊唔同年齡嘅粉絲。跟住要講嘅咧就2個花牌嘅意義。咩2個花牌呢？一個令人非常感動嘅細節就係 Gigi 響做佢嘅音樂劇嘅時候，收到2個嚟自 CMC 華人文化集團高層嘅花牌。CMC 華人文化集團係內地一個最具影響力嘅娛樂公司，為世界好多一級藝人辦音樂會，包括 Taylor Swift、Katy Perry。呢個我之前都已經報道過。CMC 4個高層一齊送2個花牌俾 Gigi。呢個係非同凡響，代表咗雙方嘅密切嘅關係同往後合作嘅表示。好啦，講完內地，輪到呢集最重要嘅部分。Gigi 喺捷克布拉格嘅演出。AIA Summit Club 係世界級嘅企業活動，
2026年嘅4月中，Gigi 咧就遠赴捷克布拉格，為 AIA 保險集團嘅 Summit Club 擔任表演嘉賓。大家要知道 ，AIA 係一間總部喺美國嘅跨國保險巨頭，業務覆蓋亞太區多個市場。佢哋嘅 Summit Club 係表揚頂尖業務代理嘅年度盛事，參加者係來自各地精英，能夠獲邀擔任表演嘉賓嘅都係有一定份量嘅歌手。Gigi 係第3次獲得 AIA 邀請，已經唱到歐洲。粉絲咧喺平台上邊咧就分享呢趟係 Gigi 第3次被 AIA 邀請，從香港唱到捷克，呢一個步真係變得厲害。呢個軌跡啱啱反映咗 Gigi 嘅市場價值同認受性喺短短時間內急速提升。佢喺現場表演咗《風雷夢中人》當你，咁呢個氣氛係直接拉滿。夢中人佢嘅轉音處理超絕，翻唱當你亦都唱出咗自己嘅味道。睇住佢喺異國嘅舞台發光，真係好驕傲。大家可以諗下，一個21歲嘅香港女仔企喺捷克舞台上，面對來自世界各地嘅觀眾，用佢嘅歌聲打動每一個人，呢個畫面係幾咁令人感動。呢次 Gigi 喺布拉格演出唔只係一次普通嘅商演，而係一個具有標誌性嘅里程碑。第一，地點係歐洲，香港歌手能夠喺歐洲演出本身已經唔容易。呢個代表咗 Gigi 嘅名聲同埋影響力已經超越咗華語市場，開始受到國際企業嘅關注，亦都證明咗係國際企業對 Gigi 嘅信心。好啦，主辦方係 AIA 係總部位於美國嘅跨國企業，佢哋選擇 Gigi 作為表演嘉賓，證明咗 Gigi 嘅形象同實力獲得國際級企業嘅認可。呢種嘅合作關係對 Gigi 未來開拓更廣闊嘅國際市場，絕對係一個重要嘅開始。由香港到內地，由內地到歐洲， Gigi 嘅事業版圖正喺度一步步擴張。布拉格只係第一站，未來可能會係倫敦、紐約、洛杉磯。香港永遠係佢嘅基地，佢喺香港擁有最忠實嘅粉絲群。佢嘅廣東歌依然係佢嘅核心作品。我哋期待 Gigi 繼續推出更多高質素嘅廣東歌，響香港樂壇頒獎禮再創佳績。而響內地市場呢，係潛力無限嘅。加盟 Sony Music 大中華區之後呢， Gigi 喺內地嘅發展可以話係如虎添翼嘅。微博文化之夜嘅主要嘉賓身份，大灣區音樂會嘅官方認可，CMC 呢一切都係顯示咗 Gigi 嘅內地嘅事業正在穩步上揚。嗱，雖然咧原定3月舉行嘅佛山草莓音樂節因為主辦方嘅原因而延期，但係 Gigi 咧以高情商回應，表示咧相信一切都會有唔同嘅安排。呢種嘅樂觀態度啱啱就係佢最吸引人嘅地方。布拉格只係一個開始。AIA 呢類國際企業嘅認可，為咗 Gigi 打開咗通往世界舞台嘅大門。我哋可以期待未來咧會有更多嘅國際品牌，更多嘅海外演出機會向 Gigi 招手。最後我想同大家講，我哋好彩能夠見證 Gigi 由一個16歲嘅星夢參賽者成長成為今日21歲，足跡遍佈香港、內地同歐洲嘅嚴老闆。佢嘅故事講俾我哋聽，只要堅持自己相信嘅嘢，不斷努力，不斷進步，就算過程中遇到挫折，只要保持正面嘅心態，機會總會嚟到。我哋會繼續喺度陪住 Gigi， 支持 Gigi， 見證佢由香港出發，走向中國，走向世界。Gigi 加油，我哋永遠支持你。如果你都係 Gigi 嘅粉絲，記得留言分享你對佢嘅未來嘅期望，點讚、訂閱、開埋小鈴鐺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